台南市民权路巷仔内面的这个番薯行用过真热烈。70年前，因为都市计划要做路，说是跋倒整建，到当时坑得远。最近有大学教授带学生做回来规划，要甲古早住路永续发展。学生是结合在地元素，希望带动大家来关注城市空间的规划。日头卡学生当咧无用大架、八悬八架，用钢推啊甲骹路固定好势，这毋是工地，当地人叫这做番薯架，是一个老住路。70多年前，因为都市计划，互人规划做道路，老厝拆了后，嘛无法度整建。最近，逢甲大学的老师向台南市文化局申请写作计划，带室内设计系学生用大架方式发表因对这个爬横空地的想法。目前并没有公共的空间，居民他没有地方晒衣服，他没有地方停机车。都市计划到底有没有存续这一件事情的前期，我们可以先释放出来，由政府来率先来整理，说用最轻、最没有破坏力的方式去调整、去改善这个地方。经过了解，番薯架是古早咧卖番薯的大市，不过时代改变，变甲真稀微。这摆展览拢总展出高作作品，主题拢参府城历史文化做连结。有学生希望打造番薯架文化艺术中心，展示传统艺阵。少年人因期待透过展览，互大家注重城市空间的规划，把提供市府未来规划做参考。台南传统文化有很多，像是布袋戏、舞龙舞狮，还有神教这种传统方式，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挥。要开辟的原因当然足多啦透过大家共同的意见，咱会当互公部门作为未来要安怎做规划。一个较好的这个方向。市府表示，目前番薯架的巷路内底有部分建筑线已经画牵涉到土地财产权的问题。副市长讲，会个跨部门共同来研究，看要安怎把这个区域做出新的活力。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